小禾长大了，二姐给你做好吃的，千万小心，莫要冲动行事。差点用石灰毁了你宝贝女儿的眼睛。老爹不收拾这小子，那我就，没收了。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。中午还有个局，就不陪你们了。你是程郎最好的朋友，那也就是我关叶的朋友。虽未赶上萧然，道庭真的突破了。天赋难道真的比勤奋更为重要？